感谢主，咱今仔早起时，咱搁要来来敬拜咱上帝，这些咱来选掉。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代。哈路亚！感谢主真欢喜，搁会使来到咱中教会座位来敬拜咱上帝。好不好？咱这是咱安静的心，咱求信心来带领咱的聚会。好无？咱就是开声来为咱今日早起时的敬拜，也甲咱的服侍。好无？咱为咱家己，也为咱家己信心来这个马上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真正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对我的听，感谢你对我的祝福。主，今日早起时，我们奉主耶稣名，我们来开声来敬拜你，我们开声来学你。主，我来开声学你时阵，主你来要将我的心的忧愁、我的迷茫、我的怕开。主耶稣，我们求你信心的带领，信心的充满，我的心无搁迷茫，我的心搁要得着充满，因为属于主。主耶稣，你讲喜乐的灵。喜乐心乃是良药。主要说，我们心，我们得着帮助，我心要得着欢喜，我心要得着清洁，我的心今日早起是要得着帮助，得着平安，得着欢喜。当我开出来祈祷时，我们要感受到信心要甲阮同在，天使要围绕伫阮的面前，围绕甲阮三界来敬拜，全力拜上帝。主要说，我将今日早起时的敬拜完全交落手中。感谢你，记得感谢各耶稣圣名求，阿门。好无？咱一时起，咱互相来请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先互相请安，哈利路亚。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今日早起时，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起声来阿罗你，你来荣耀阿罗主耶稣的圣名，哈利路亚。因为你是配得，我的是阿罗上帝，配得我阿罗上帝。主，我们一时要奉欢喜心、敬拜心来服侍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This
望要亲像路，亲像路来希望溪水。主啊，你讲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啉你的水，永永袂水干。主啊，要得到永远。主啊，我们讲，主你是阮心所爱。主啊，我们可以头来敬拜你，我们可以头来学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心切切紧，无你亲像路永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我的心啊，我的心切切紧，无你亲像路永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顶摆，我心灵都美好予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紧，无你亲像路永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顶摆，我心灵都美好予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你是我的快乐顶摆，我心都美来予你。你是我的快乐顶摆，我心都美来予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我希望来敬拜你，我希望来敬拜你，我希望来敬拜
心境，只有主耶稣的保护我的下罪的福气，只靠主耶稣的保护我。耶稣你的保护洗净我的罪，耶稣你的保护洗净我一切的污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爱了你，我们来敬拜你，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只有你的保护，耶稣，耶稣。主耶稣敬拜，眼光高，耶稣不择定我欢喜归。主耶稣敬拜，眼光高，耶稣不择定我欢喜归。上帝，主耶稣是永远的上帝，伊的保证金要替咱来代祷。主耶稣，伊为咱做第四世界，好唔好？咱来开声来祈祷，咱
要用主你的祈祷，我们要用主你的敬拜。主耶稣啊，我欢喜来敬拜你，哈利路亚！眼光高，眼光，不测天有歌，我欢喜归了来，用主耶稣眼白，眼光高，眼光，不测天有歌，我欢喜归了来，用主耶稣敬拜，我欢喜归了来，用主耶稣敬拜。主耶稣，感谢你，主你永远到永远，你坐宝座顶端。主啊，你顶端要审判活人甲死人。主，我相信你，你坐伫宝座顶，你听阮到永远。虽然阮的罪，虽然阮是一个罪人，但是有缘主，你2000年前为阮来定死时价顶悬。主啊，我相信现在你有缘要为阮的罪来定死时价顶。主啊，我愿意承认阮的罪，主你就要赦免阮的罪，你搁要一遍来替阮来定死时价，为阮来陪死。主，我感谢你，感谢你，你是圣洁的油膏，你是坐宝座顶的油膏。主啊，我欢喜来敬拜你，我将今日完全的献上你。将阮的祈祷，将阮的学乐，将阮的敬拜，拢亲近香来献上你。愿主你喜乐阮的敬拜，喜乐阮的学乐。主啊，我们感谢你，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三角来吟圣诗，请高以爱同学。请掀开圣诗402首。耶稣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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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关心伫我，出去入来，倒来起来，时刻爱无煞。耶稣听我，我心大欢喜。耶稣牵我，耶稣带我，人世感谢伊，请咱起立吟全首。
咱用主教示的祈祷文，同心出声来祈祷，请杨乔慧同学。即时，咱做伙来敬主的祈祷文。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息，你的高人教，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会时时经历，互阮加含的阮辜负，亲像阮着发闪的孤寒行，无对看阮离地死，着阮看伫天的爱，因国关联，应当拢是所有，代代有尽。阿门。咱三个来祈祷，请杨正同学。我们现在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这次主日学周，求你使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愿意我所做的一切都蒙你悦纳，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请坐。咱三个来启用，请高以爱同学。请掀开启用文第6篇，现着咱三个来启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从我伫安静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你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管安慰我。伫我对着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住耶和华的厝。即时主日学要来献诗，要献的诗歌是为主发光。
咱来看圣经，请杨静同学。我们现在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3到16节。马可福音第10章13到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台语的我来读。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蒙因，耶稣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紧因，因为上帝国是即个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囝若先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通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咱请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耶稣疼细囝。大家平安。耶稣真爱咱每一个细囝，咱的阿公嘛是耶稣的细囝，咱的阿嬷耶稣的细囝，咱的爸爸、咱的妈妈，拢嘛是耶稣所疼的细囝。你的阿伯、你的阿姨，伫咱教会的每一个人，拢是耶稣所疼的细囝。伫恁学校班上的同学，有一些人好讨厌哦，但是耶稣还是非常爱他们。上帝嘛，甚至足爱遐个大贼狗，毋是因做大贼狗，上帝拢袂要紧，是上帝伫真艰苦心的中间，也阁无要放弃他们。所以伫世间的每一个人，无论伊是好朋友，还是好同学，还是乖乖的宝宝，还是不好的宝宝，耶稣拢非常疼，因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非常疼伊的灵魂。所以世间的每一个人，坐伫你的四周围。无论是他是哪一个民族，伊是黑吧，伊是白吧，伊有读册无？伊是做老板，还是伊做新郎？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都是神的宝贝，即使他现在是杀人犯，用上帝嘛看伊做伊的宝贝。所以咱看见伫是咪街边啊，迄个册伫最后的一刻讲，耶稣啊，请你纪念我的时，因为他承认耶稣基督，他一天晚上，伊就甲耶稣伫天堂的所在。安尼，咱就会当看见，就是我们过去多么不好，多么不堪，咱是失败的人，耶稣也看你做宝贝。所以世间每一个人的灵魂，上帝拢看做要紧。伊真期待，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不好，希望你会当来改变，会反悔认罪。所以有一条歌，小朋友的诗歌是讲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这条歌。听讲，大家人拢会晓唱，所以我望咱大家拢来唱。耶稣，真疼细囝的每一个人，亲像我。啊，咱圣经有咧写讲，当耶稣来到遐个小朋友来到伫耶稣的面前的时，耶稣佮甲因抱咧，抱伫伊的膝盖上。所以耶稣嘛真爱抱你伫伊的膝盖上啊，毋那是干那我尔，还有你，还有他。来，咱大家人会晓唱，咱就做伙来唱一遍，先煞来比。啊，咱会当甲他爱时你的时候。看看对方，甲祝福。当你咧讲耶稣咧祝福你，耶稣咧听你的时，就是咧祝福你。请咱琴来开始弹。失踪啊？有吗？会晓？我听讲大人囡仔拢会晓唱吼，所以咱真轻松。咱囡仔日就是真简单的信息，咱望囡仔会当。去领受着，嘛望咱的大人过来复习一遍哈。耶稣是爱，迄个字调，你无谱吗？开始来啦！
好像太高吼，会太低啊呢。G 大调，你无破互你哈，歹势失礼哈。小孩子，啊，伊要去上主日学。这个小孩子，我们就叫他叫做小华。啊，这个小华足乖啊。妈妈甲伊讲吼，你逐礼拜拢爱去上主日学。啊，伊嘛真正足乖啊。啊，当然去主日学吼，你若早去吼，你准时到，还有奖品呢。啊，你搁吼，若逐礼拜拢到的时候，教会的那个主日学校长也会给他奖品。啊，所以吼，这个小明啊，伊足要紧的。逐礼拜我一定拢爱去上主日学，啊，伊拢去准时到，甚至伊会当讲是一个模范生。啊，伊隔壁伊有一个同班同学，住伫因兜的隔壁，叫做迄个小明的去招小华。讲小华啊，你甲我做伙来上主日学啦，主日学足好的呢。啊，主日学老师吼，拢会讲耶稣足听人的呢，你着爱来去。总是吼，小华吼，伊拢无爱去。伊讲我无用啦，我无爱去啦。虽然住伫隔壁是好同学，啊，伊嘛无爱去，伊讲我无爱去。那有一天呢，有一天会知啊，迄个小华足无乖，伊透早去吼，伊透早就出去佚佗啊，因为因兜无温暖，啊，所以伊拢去交一寡歹朋友，啊，交一寡歹朋友吼，就去耍红仔飘。牧师的时代吼，迄个囡仔时代咧跋筊吼，有迄细个安尼做细卡的卡耍红仔飘跋筊就对啦。啊，伊迄天拢跋输啦，啊跋输吼，伊有3个迄佚佗囡仔吼，拢跋输的时候，伊赢遐佚佗囡仔有几个拢有赢钱啊，干那伊输尔，伊足毋甘愿的，一寡钱拢输了吼，准甲遐个朋友吼，跋筊的朋友的钱拢甲抢去就对了。结果伊抢去的时候，迄3个囡仔毋甘愿，就甲腿甲拍，伊阵伤痕累累，啊阵袂行路，啊迄3个看伊安尼受伤吼，啊遮尔啊严重，就爬咧走啊。所以伊就伫无人甲帮衬，迄个小华就倒伫涂骹板遐嗨，好痛苦哦，好痛！啊透早也无啥人，但是迄个时阵，小明伊要去上主日学，去上主日学路过的时候，看到小华伫遐嗨餐啊，伫遐嗨。小朋友，我要问你哦，今天小华甲人去跋筊，去互拍到歪起出，总是小明看到伊的时，伊的心咧挣扎，一个声讲：你去上主日学啦，你主日学袂赴啊，你真若袂赴吼，你的奖品拢无去呢，你的准时嘛无去呢，毋然安尼吼，你阁袂当全勤奖。毋过，另外一个声音甲伊讲：你是耶稣的宝贝，耶稣看到他会帮助需要的人，你要帮助他，不要让他躲在那边。小朋友，我要问您，要不要救他？真的，你们真的是耶稣的好孩子。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老师，我苏维基叫出来哈。迄个就是我们如果以耶稣的心去看别人的
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宝贝，所以在那个所在，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人。小朋友，牧师要甲恁提醒，虽然你要赶来教会做礼拜白父，但是你看见需要，你迄个时阵若甲伊帮赞，你想用耶稣的心讲，耶稣会安怎做？因为耶稣伫迄个礼拜天的时候，在星期日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迄个有足侪破病的麻风病啊，还是手高达，耶稣嘛是帮助他。虽然足侪人抗议，但是耶稣看那个人得帮助，生活能更好，更重要。所以，咱来用耶稣的心去想讲，这个小华受伤累累，到尾小明伫伊咧挣扎的中间，真正甲伊帮赞。当他帮助他的时候，就是敬拜神。我虽然袂当去教会做礼拜，总是我伫我生活当中看见需要的人，我怜悯伊，我要紧伊的灵魂。虽然袂当到伫教会做礼拜，不过我嘛咧敬拜上帝。所以，咱来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上帝就拢看咱做最要紧的。过来，咱倒来看咱今仔日的圣经节。有人带细囝来招近耶稣，爱互伊蒙伊来接伊，遐学生就接庇因。耶稣看安尼就无欢喜，甲学生讲，耶稣甲遐学生讲，用阮细囝来招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这好人的。咱要来看到伫上尾仔节，伊讲耶稣就甲因抱，就甲因欢手，就甲因祝福。所以今仔日咱要做一个祝福的工。请所有的小朋友都下来。咱今仔日要做一个祝福的工，就是咱望小朋友，我希望小朋友拢学到一个功课。当恁咱大人嘛是共款啦，咱看到人就讲平安。你爱知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的代表。咱咧代表，今仔日人来教会，看牧师拢苦大面，迄个新来的大仙讲，信耶稣要创啥？也无咧欢迎我，安尼就是上帝无欢迎伊啦。所以我望咱的细囝学一个功课，小朋友，你们可以做到吗？每一次来到教会做礼拜时，看到迄阿公仔面，你就讲阿公平安，做会到未？做会到未？莫 A 到啦，较大声。啊，看到阿嬷吼，阿嬷面像我这60、70岁、70几岁吼，嘛是阿嬷对不对？恁就爱叫我牧师阿嬷对不对？牧师阿嬷平安，牧师一定甲你平安呢。我嘛要学耶稣呢，甲恁揽、甲恁抱、甲恁祝福呢。那今天你们要去做一件事，因为圣经讲，请你迄个请师傅甲我做后饲迄个圣经节，迄个甲我迄个饲，还是顶空。伊讲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伊；救助你的，我要祝福伊。我望每一个小朋友学会祝福。当你咧讲平安的时，你是已经咧祝福啊。上帝平安临到你，平安本身就是一个祝福的话语。当你咧讲祝福的时，你真心在说祝福的话，上帝会透过你将这信息流通的管道，会去祝福伫别人的中间。所以，今我要邀请小朋友，老师请安排一个，我要请小朋友每一个人。去恁的身边，甲每一个人拢抱一抱，然后说：“耶稣爱你。”我请恁大人嘛回应：“耶稣也爱你。”啊，你嘛个会当个加讲话，你是最棒的，你是优秀的，你将来比我出色。看你要安怎祝福拢会使。所以这个时阵来，请咱小朋友做伙就去哦哈，啊，落去完了以后再回来。牧师要学耶稣祝福你们哈，从这来，每一个人都去抱抱，去祝福。都可以重复，牧师给祝福，啊，牧师给当的哦，给当的哦哈。耶稣爱你，你是耶稣的宝贝，啊，咱拢爱回应，拢爱回应。
嘛爱甲祝福等于呢。来，后面的大哥大姐姐，你嘛爱讲哥哥，耶稣爱你，有无？内底，里面的，那小婴儿嘛爱祝福啊，你祝福他。好了，完了就过来，完了就过。来，请站一排，牧师要学耶稣来祝福你们。当你们看重祝福的时候，这个祝福就给你。为什么？因为较早牧师的教会有3个囡仔，一个忧郁症，有2个做无自信的。但是每一个礼拜，牧师都抱着他，牧师都讲上帝必赐福你，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你敢知影？伊安怎讲？伊讲牧师甲我的祝福，今天都成就在我身上。安尼意思就是讲要看重祝福。好，所以我要来，牧师给你祝福的时候，你要阿门，阿门的是讲，牧师你祝福了，我都要，我都要。上帝就给你啊，你要紧神的祝福，神就给你，好不好？好，来，眼睛闭着，真心要听了。我奉主耶稣的名，为着阮的细囝的每一个拢来祈祷。当我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的时候，是耶稣你自己按手在他的头上。我祝福这一群孩子，这个囡仔因伫细汉的时，他们一定会得到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就是不乱花钱，有节制，而且呢，他们是一个伦理会有很好的表现的孩子。主要说你祝福阮的细囝，逐礼拜来到伫教会时，他们也得到很好的品格，在他们的好品格上，他们能作为同才的好榜样。当因的同学，还是因的爸爸妈妈看到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的时候，这些小孩子怎么跟人家不一样？你可以跟他说：“我有信耶稣啊！”所以求神祝福这一群孩子，他们都成为神你的好儿女。我奉主耶稣的名祈祷，互因伫属灵的顶面，逐礼拜来到伫教会都没有落空。他们领受神的恩典祝福，从小认识耶稣。小孩子的祷告，耶稣最喜悦。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透过他们的祷告来成就许多的事，因为耶稣喜爱小孩的祷告。我将这小孩子，我再一次宣告，这一群孩子在学校读册的时，他们的人格，我闻到圣灵的香味了。圣灵要祝福你们哦！我现在闻到很强的圣灵香味。神要祝福这一群孩子在班上是同才的好榜样。那安呢，他们必居上不居下，作所不作为。因伫属灵的顶面，将来要加做上帝教会的大有见证的见证人，祝福这个世界，今仔日伫若无落空，还要看到他们将来成长，他们可以跟人做见证说。我看重祝福，今天神都赐福我，所以主祝福这个世界，真做领受祝福的人，军队主脚步的人，一世人无离开主，那安尼要真做父母的荣耀甲快乐，安尼祈祷祝福，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就到。咱来吟回应诗，请刘安杰同学。请掀开圣诗405首，细汉囡仔学乐天父，细汉囡仔学乐天父，伊疼咱，伊疼咱。细汉囡仔学乐天父，伊疼咱，伊疼咱。请起立吟全首。
主日学有制作影片，咱做伙来欣赏，请李秀清校长。敬拜时间，甲咱大人的时间是共款，所以恁至少看到阮伫敬拜的过程吼。啊，我有剪影片，这就是阮主日学今年度伫古堂嘛有伫新堂所翕的影片，咱做伙来欣赏。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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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是神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合一，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我会感觉哥哥姐姐真做因的好榜样，带因做伙伫足细汉的时阵，渐渐伫少气伫青年拢有人陪伴，这是一个足好的循环，嘛是主日学要做的传承。所以真感谢少气，因拢会足愿意来陪主日学小朋友来耍这个游戏。则嘛希望大人看这个影片了后，希望多多为主日学的小朋友来祈祷，尤其是外口小区的小朋友更需要我们多多的为他们来带导，因为愈祈祷愈有困难其实我拢无用勉强其实我拢会铺，看会有啥物活动去因过来参加因为咱这做好的有国小到国中，只是做好来传福音的所在请各位兄弟姊妹恁厝边隔壁后小朋友其实嘛会使请因来上主日学，其实阮的主日学袂
袂足失败，是足好耍的。大人嘛足爱，阮每一届楼骹有活动，其实大人嘛足爱参与在其中吼。好，以上，谢谢。即时我来报告，请摕出手中的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有62人，奉献6430块；主日二有5人，奉献310块；拜一妇女团契有8人，拜三祈祷会有14人，拜六双联团契有6人，拜六青少年团契有8人。下主日事工分配，讲道是林兆成牧师，司会徐文川执事，司琴是刘安德弟兄。东地有李玉洁执事，马雅慧执事。敬拜第4周，电子琴黄恩婷姐妹。主日二第4周，导播音控黄家乐、李崇胜。电脑投影二春楚姐妹。交代小柜面马雅琪。交通组是刘祖义、佘安兰。下周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日敬拜二东梅长老，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祈祷会敬拜吴明勇长老，司琴黄恩婷姐妹。大岛家庭靠福寿兄弟的家庭。拜四中级探访参加过洪志远兄弟追思告别礼拜，探访暂停。拜六青少年团契暂停。拜六少年团契主理老主义长老圣诗244首甲315首，圣经是启示录3章14到22节，题目是上帝的教会2。本周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19章14节，台语国语的咱做伙来读。若是耶稣讲，用阮细囝就分我，无得禁伊，因为天国是即个人的。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教会消息第1点，金主日、主日二纪念主日。礼拜定时由主日二小朋友带领，愿上帝赐福以内互师，也请兄弟为主日二事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金主日礼拜中邀请教育部长黄志强长老颁发本会主女114年度的奖学金，名单如下有硕士组林嘉恩，大学组黄以欣、杨婉慈，国中组陈可晴。国小组罗伟杰、罗伟丽、高怡爱、杨乔慧、陈可明、刘安杰、郑杰生、郑杰妮、黄新宇、杨希妮。第三，下主日10月26主日二召开会议，请主日二老师礼拜后留步参加会议。第四，请各部会甲各团契自行召开会议，检讨明年2020年度预定圣工计划10月底完成，以利配合教会整体事工，并且关心大道。第五，高雄中会举办手抄圣经《使徒行传》的兄弟活动所见日到10月底止，请兄弟较紧完成抄写，并交予陈延儒干事由中会统一装订。第六，恭贺本会林丰正长老甲黄金华长老娘，下千金林嘉恩姐妹甲孙家俊弟兄，定伫下周六10月25下晡2点伫本会2楼举行结婚典礼，邀请教会兄弟参观观礼。第七，本会洪水印兄弟的大囝顾洪志远兄弟伫10月16拜祀蒙主文调。享年53岁，定伫10月23拜祀中昼9点20伫林园圆满园会馆高和灵堂举行入殓礼拜，并伫当日中昼10点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兄弟为遗族关心大道。第八，本会定伫11月2号礼拜日中昼礼拜中举行第18届中级受职礼拜。中级当选名单如下长老有黄志强、黄明勇、黄登守、许玉昭、二东美、林丰正定6位。技术有马雅慧、李敏秀、李玉洁、郑梦媛、李秀琴、黄静华、黄雅玲定7位。请用祈祷心准备参加受职。会后合照甲邀请新妇人
中集做伙聚餐。第九，本会定伫12月7號舉行洗礼甲圣礼典，接纳小仪洗礼、成人洗礼、坚信礼、报名坚信礼，也是成人洗礼，需要接受基督教真理课程，总共有4节课。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到11月16截止。请丁首长老报名，以便安排上课的时间。第10，下主日正道讲师是林兆成牧师，圣经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题目是耶稣看见因的信。11，补充报告，下主日10月2日，陈秀安牧师要到林园教会为建堂募款。义卖人员有麦雅慧执事甲黄静华执事，请为因的服侍关心甲代祷。代祷事项，请照每个项目为以下的代志守望代祷。特别提名为病痛、为年长、为心心灵、甲生活，请为因提名代祷。教会奉献名册表，顶周10月5號甲顶周10月12號奉献名册表。若有登记毋对的，请找会计李敏秀执事见证。我来报告今主日的奉献，月定现金有2人，奉献是7000块；感恩现金有4人，奉献是6000块；建堂现金有3人，是13000块；主日2现金有7人，是7600块，奉献总计是33600块。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即时要来颁发奖学金，请黄志强长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因为咱今仔日有主日的小朋友伫咱的中间，所以互咱过一个真快乐的主日礼拜，对毋对啊？感谢主吼！愿上帝继续施恩，互咱遮的小朋友愈来愈有智慧，甲读册，做一个正直活泼的囡仔，吼！这是咱每一个做士大人的愿望。伫这时阵未来颁发奖学金之前，我先来补充几项代志啦，吼。头一项就是咱即个后礼拜吼，咱的单上的牧师要代表咱教会到你们教会伫遐来为着咱的建堂来募款，吼。咱的雅慧执事甲建华执事吼，因两位嘛要伫遐来做预备。愿上帝引带因，互因一路会当平安，为着咱的教会伫遐来做建堂的募款吼。第二项就是咱即个后礼拜六吼，后礼拜六要来拜六吼，就是下晡2点，咱洪正长老甲静华长老娘伊的查某囝，遮迄个嘉恩甲嘉俊吼，要伫咱的教会来遮来做即个结婚的感恩礼拜吼。希望咱兄弟姊妹若有缘会当来参加因即个结婚典礼的礼拜，带来咱的祝福吼，带来咱的祝福吼。希望咱拢会当来参加。佫有一项就是咱的水印兄吼，水印兄伊的大汉后生志愿来蒙主问定吼，要定伫即个后礼拜4即个。伫即个林门迄个圆满园啦吼，9点20要来做即个日卜的礼拜，10点嘛是共款伫迄个圆满园迄个所在，咱要来做即个追思告别礼拜，咱请为着水印兄来祈祷，嘛为着即个水印兄的家族
遗嘱啊，咱为因来关心，互啊带到吼。好，啊，咱这个时阵，咱来开始来举行咱这个114年度啊奖学金的这个名单吼。咱大省呢，咱等一下要来请啊，咱的教育部长啊，志强长老来颁发啊这个奖金嘛吼。啊来，咱假使咱若无来吼，咱嘛会当由咱的亲人哦，因的亲人来代表来领这个奖学金嘛吼。来。来，头一位就是咱的硕士班林嘉恩，来，咱出来好不好？林嘉恩，迄个洪正长老代表，还是浩宇代表这好不好？来，紧来啦！好，啊，大学左手黄雨欣啊，杨婉慈两位，来，咱头前来，咱出来好不好？来。哇！今日这个硕士兼大学个拢无来吼，由爸爸妈妈来代表来领取，来，咱来徛两只好无？来，咱徛到后壁小可。好，咱即摆咱请，无，一来，咱请咱的教育部长志强长老来颁发吼，来，咱大声来颁发，啊。来，咱即摆咱来颁发这个国中组陈可群同学，来，咱在这边好。来，我们站在这边，好，站在这边好。陈可群，咱请，好，咱来，泡泡来鼓励一个，好。咱这个高中组的无啦吼，咱。断层并无高中组的，但咱继续就是国小组、国小组的哦，有罗伟杰，连着马上来台前介所在罗伟丽、高以爱、杨乔慧、陈可明、刘安杰、郑杰生、郑杰妮、黄心怡、杨希林。来无？来，我个黄心怡吼，啊，今仔日因为有代志要去高雄，伊嘛共款要领奖学金嘛吼，啊，所以无来代表阿嬷代表来领取吼，哈哈哈。好，咱今晚来请这个今日的颁发奖学金国小组的哈来。Hello。我会办法。好。来，那个邓牧师。啊，咱那个有翕相啊吼，到早有翕啊吼。来，咱今晚要请邓牧师啊，为着这个小朋友啊来甲因祈祷。三个来祈祷，阿爸上帝，阮感谢主，看见阮的细囝，无论对伫小学到硕士，阮有看见一份，因真正伫学业的中间，会当有真好的成绩，今仔日伫这个所在领奖，我祝福因，若是伫因会当伫这个所在，伫成绩的中间有一个真好的标准以外，就是今仔日要领奖的，有缘有共款这种的恩典，守住伫所有的细囝。因继续有对主来超好的理解力、专注力，还有记忆力，伫学业的中间，因继续会当真发挥来到伫因的班上的同学的中间，因会当真正伫理解的中间，因的反应会哪来哪好，因为因看重甲上帝的关系，就会哪来哪好，就是大学甲硕士，当因毕业了的时，伫社会有缘也有这种的优点，真正看见上帝的圣神，拢甲因同在。那安尼也恳求你，互阮的细囝为耶稣基督的疼心，伫学校也好，伫社会将来咧发展也好，因真正是用耶稣基督的疼，看见伫因的身边有遐个人较无做伙，因要诚做因的好朋友，甚至诚做因的祝福。就是好朋友，因也要诚做因的祝福。
阮的教会的青年，也是阮的细囝，因有一个真好的优点，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疼，伫因的学业的中间，因会当来好好表现上帝同在迄种的使命，就是伫年轻的时，无论因几年，迄个即马读国民学校1年嘛好，也是将来硕士嘛好，因拢要看见，因无论伫因的班级的中间，伫社会将来出社会的中间，因的使命拢要诚做影响使命的，所以阮的细囝，因的今仔日所会当伫遮的成绩的表现，若是到遮安尼若定，将来一年要比一年搁较出色，一年比一年搁较会当荣耀上帝，因会对上帝来，甚至也搁有搁较大的分数，有对天顶来逐种的属灵的祝福，要伫因生命的中间，互因的生命行到伫倒位，就是上帝的国伫迄个所在要扩阔，耶稣基督的名要伫遐受高举。阮安尼祝福阮的细囝，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来，咱即摆吼，咱要来大合照，咱即摆徛较歪咧，向中间集中。来，牧师徛咱遮，这个贴落来，咱来徛后壁，咱做伙来集中哦，咱要大合照哦。准备好了吗？安德准备好吗？哦，1、2、3哦，ให้红包拿好，1、2、3就要照了哦，要保持微笑。来，1、2、3，笑。好了吗？好，谢谢。来，等一下，我们最后用咱上届一日的掌声，拍拍感鼓励一下。感谢您，好，请回坐，请回坐，好，请回坐，请回坐，好。哎呀，这我来补充2项代志。一项就是咱昨暝有去日本教会，咱有联合6间参加这个盛小梅的音乐会。我相信咱有去的人拢有看到，有领受吼。感谢主，吼规个整个拢真顺利。经过盛小梅盛小梅因的诗歌，来引带兄弟姊妹，嘛用诗歌做见证，有分享。所以呢，伫迄个所在嘛有真侪人到台前，伫遐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这种的活动真好，咱若有机会，每一间教会，我有邀请大拿婆，阁有邀请调疗，结果到要开始的进程，我又会担心讲是毋是因会袂来。结果我较紧阁敲电话互因的会友的时阵，我毋知影调疗的会友我毋捌。结果昨伊抱我看，伊讲阮的小组。因有献歌队上咧练歌无来，因的小组全部拢出动，15个遐，因有甲盛小梅老师翕相嘛，若甲买物件的要伊个甲谱的，还是买 CD 的，就甲伊有签名翕相，所以除了教会嘛来15个遐呢，10几个遐，足侪个吼，感谢主，所以一切荣耀归于咱的上帝。过来第2项，咱知影咱教会拄好今仔是主日学。咱有看见咱的苏琴、咱的安琪、咱的安德，因就是对伫栽培养伫教会开始学琴，到因即马会晓苏琴。所以呢，咱的教会的即个苏琴手，甲咱的鼓手、乐手，拢袂使断层。毋过因会读册啊，因会读高中、大学会出去外口食头路啊，会断层，安尼要安怎？阮会老，我会老啊。我会苏琴，但是我嘛会老啊，吼！所以咱必须要传承。伫传承的当中呢，所以伫即个咱的，甲恁讲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咱的牧师娘、咱牧师娘，我因为嘛是囥伫基督内底，我感觉咱的细囝进前，互伊教过这个细囝拢学了袂歹。安琪甲安德就是拢互伊教过，毋知会晓弹教会的圣诗啊，学外口的。根本有时阵较无法度去弹咱服侍咱的教会的诗歌，所以牧师娘是上好的人选，所以我通过我的祈祷，我甲牧师娘指接，因为伊伫盐埕教会嘛有教会家己咧牧会，牧师娘伊就问蓝牧师，我讲这囡仔是你带过、教过，你知影因的程度，你是毋是当倒来教会？拜六每一礼拜的拜六sáng，若有来看到你我。甲恁报告安尼，就是讲，恁若看到蓝牧师娘，你毋要奇怪。蓝牧师娘恁较来，因为咱有用一个锁匙要互伊
教的时阵家己开门，教了伊家己关，咱目前有4、5、6个囡仔，阮拢昨已经咧上课啊。本来要团体班做伙，后来牧师娘讲安尼效果无好，所以就是一个人拢50分，针对因的程度，像杨进伊就学较悬啊。我就是要甲杨进带即摆会当来侍奉啦，所以这是一个传承所以牧师娘伊就教咱牧师参详，伊讲若是咱教会真正有需要细囝来服侍。咱牧师就讲，甲牧师娘讲好，这是伫我的内底所以牧师娘伊昨就开始上课，所以望咱即摆目前有咧上的小朋友的家长要注意，因为牧师娘伊嘛家己伫点点教会有事工，伊愿意来甲咱教这个细囝栽培以后，会晓侍奉，所以咱尽量配合伊的时间，若袂使，伊就会甲咱联络，有一个群组的联络。保护咱大家知影所以你也看到咱牧师娘，伊就是倒来咧教细囝。咱的教会这是经过中执会同意的，毋是我个人甲伊指接的我经过祈祷，甲伊指接了中执会报告，伊阁甲咱牧师讲，然后因感觉好，所以就是讲，伫每一个礼拜的拜六，伊就会倒来，伊就倒来教。咱教会开放场所电，互伊使用，费用小朋友家己缴。咱以前目前拜六的时间就是包学我假使讲有人搁要学，你会当先甲我讲，我甲牧师娘直接看卖总是咱爱知影一点咱栽培这个细囝，就是要互伊以后会当伫教会服侍，会记这点。搁来第2点，礼拜保伫明年都会推动一个，就是互这个细囝拢会当来学乐器。有人有要讲学乐器，咱的鼓会当随便讲袂？客会当开嘛，袂当对无？咱来保护毋当使用久长对无？毋过，咱的教会袂使家己关起来尔，爱开放。咱爱开放啥？就是讲，咱的教会开放场所，咱的乐器，互咱的教会主题，伊有想要学鼓的，就通报名，阮就通来教拍鼓的老师指接，看伊的费用安怎收，就是费用家长家己出。场所咱教会提供，直接甲咱报告以上，所以互咱知影，安尼恁知这是无伫周报内底，总是礼拜部要推动这个事工，经过中执会同意，嘛爱互恁知影，甲恁报告，报告以上。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吟诗后请牧师来祝祷。请高以爱同学。请献开上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的阳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想赐你平安，请去你紧转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当咱的细囝，咱常常伫家庭的中间，甲伊祝福的时，上帝会透过你大大来祝福伫你的细囝的中间。因为是大人的祈祷是充满了权柄甲能力，也帮助咱的细囝看重上帝的祝福，伊也欢喜成做人的祝福。祝福就是讲好话，伫伊的环境的中间。伊常常欢喜祝福人，上帝也要安尼大大祝福伫因的身上，因为这种的祝福是对这世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
的